佢15歲呃阿爸阿媽去拍戲，25歲做咗最美國父。而為咗嫁入豪門，佢放棄如日中天嘅演藝事業。點知後嚟老公因為詐騙而坐監，佢就變成落難名媛。但轉個頭，佢又搭上百億太子爺。而喺拍足9年拖之後，就因為一件事，最終成為豪門棄婦。有人話佢敗家，有人話佢貪錢，但最後佢冇被任何一個男人綁住，反而成為傑出華人領袖。咁佢到底係邊個？佢究竟係點樣用半生跌宕起伏嘅故事，書寫豪門標籤打不倒，人生劇本自己寫嘅呢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Z 檔案，我係伍 Sir。今日為大家帶嚟嘅故事就係從最美國父到敗家豪門棄婦嘅爭議女星。今集要講嘅主角就係傅明憲，佢喺1970年10月13號於香港出世，祖籍浙江寧波。而講到傅明憲，就真係不得不提佢嘅父母，因為佢哋都係香港演藝圈好傳奇嘅人物。傅明憲嘅爸爸叫做傅國良，藝名傅琪，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土木工程系嘅高材生。雖然佢讀嘅係工科，但係佢就好熱愛文學同埋藝術，並且仲係一個電影迷。有一次，佢去長城影業公司嘅拍攝現場參觀，從此之後就中意咗表演。跟住近喺1952年加入咗長城影業，正式展開佢嘅演藝生涯。而傅明憲嘅媽媽係孫慧麗，藝名石慧，佢喺1951年加入長城影業公司，之後受到力捧，與夏夢、陳思思一齊被稱為長城三公主，喺當時可以話係紅極一時嘅當家花旦。而佢嘅代表作有《淑女圖》、《一家春》等等。佢哋兩夫妻仲一齊拍過好多電影，喺銀幕上係好出名嘅夫妻檔。而佢哋唔單止係演員咁簡單，仲係一對革命夫妻。喺6·7暴動期間，佢哋作為堅定嘅左派人士，多次參加左派陣營組織嘅集會同埋示威，並手持毛主席語錄，亦即係所謂嘅紅寶書，企喺抗議前線。後嚟被英國人拉咗去俗稱叫白屋嘅域多利道扣押中心，被囚禁咗大約8個月。嗰陣時，中英雙方都高度關注呢件事，並引發咗一連串嘅外交談判。而喺出獄之後，傅琪就轉行經商，而石慧就成為社會活動家，曾經任職全國人大代表、全國政協委員。佢哋兩夫妻就好似現實生活中嘅郭靖與黃蓉，所以傅明憲一出世就係真正嘅名門大小姐，加埋佢係拉女，所以喺成長過程中就自然受到父母嘅寵愛，似足神鵰俠侶入面嗰個國父。話說1985年，黃百鳴嘅新藝城電影公司公開招募開心鬼放暑假嘅演員，而當呢個消息被15歲嘅傅明憲知道之後，佢心入面嗰團想做明星嘅火就即時撻着咗。雖然出世喺演藝世家，但呢個時候仲係學生嘅佢，並冇爭取到父母嘅同意。於是佢膽粗粗，索性瞞住父母走去面試。點知結果竟然意外被錄取，之後就同袁潔瑩、羅美薇同陳嘉玲一齊做戲。與此同時，由於佢驚呢件事會被父母知道，所以傅明憲就幫自己改咗個藝名，叫做孫慧。而直到呢部電影上映嘅時候，傅琪同埋石慧先至知道，原來個女居然喺放暑假嘅時候偷偷走去參演咗一部電影，而且睇落表現仲相當唔錯。呢次嘅演戲經歷就喺傅明憲嘅心入面萌生咗一個好實在嘅影視夢。但嗰陣時嘅佢都係以學業為重，所以佢喺1989年喺拔萃女書院畢業之後，就去到英國約克大學留學，直到1994年傅明憲大學畢業之後返到香港。而當時佢面對就業問題嘅時候，傅明憲就好堅定咁話自己想要演戲。於是傅爸爸就直接打電話俾 TVB 嘅掌舵人邵逸夫，而呢個電話嘅威力就真係非同小可。據講後來喺邵逸夫嘅親自安排下，傅明憲就咁直接入咗無線，而且完全唔需要好似其他新人咁從路人甲做起，而係直接以配角嘅身份出道。有人話邵逸夫呢次真係俾足面，第一套劇就安排佢同李克勤、孫軒合作出演黃飛鴻系列之鐵膽梁寬，喺入面飾演葉寶儀呢個角色而嶄露頭角。同年佢更上一層樓，坐正做女一，同何寶生主演電視劇《命轉乾坤》。呢套劇可以話係佢喺 TVB 早期嘅重要作品。到咗1995年喺金牌監製李添勝嘅安排下，傅明憲出演咗人生中最重要嘅一個角色，就係喺《神鵰俠侶》入面出演國父。大家要知道，95年版嘅《神鵰俠侶》唔單止喺香港收視高企，之後呢套劇被引進翻大陸之後，更加係火遍全國，成為咗好多人心中嘅永恆經典。而
而傅明憲飾演嘅郭芙，無論係容貌定係氣質都非常貼近原著，而憑住呢個角色，傅明憲嘅知名度就大大提升，亦都獲得最美郭芙嘅美譽，甚至有觀眾話佢一啲都唔輸蝕俾李若彤。之後佢打鐵趁熱，陸續出演咗《小李飛刀》、《河東獅吼》同《醉打金枝》等等。雖然傅明憲好少擔任做女一，但坦白講，佢嘅資源已經好過好多人。如果按照呢個勢頭發展落去嘅話，佢成為 TVB 當家花旦，可以話係指日可待。但可惜嘅係，佢嘅事業心似乎唔係好強，之後反而開始慢慢投入感情嘅漩渦之中。講完佢嘅事業，我哋就要講下傅明憲嘅感情世界。當年佢因為同梁榮忠合作拍攝《黃飛鴻》而相識，佢哋喺拍戲期間日對夜對，戲裏面嘅感情戲就漸漸延伸到戲外，所以佢哋愛情嘅火花就係咁樣撻着咗。當時嘅傅明憲啱啱出道冇耐，而且青春又可人，而梁榮忠作為當時 TVB 嘅小生，風趣幽默，所以佢哋兩個人都算係好登對。佢哋拍咗足足4年拖，成日都好似糖黐豆咁樣，出席活動就會十指緊扣。而嗰陣時，外界都覺得佢哋係金童玉女，好多人都睇好佢哋呢段戀情。可惜好景不長，呢段睇落去近乎完美嘅戀情，最終都係出現裂痕。因為到咗1997年，梁榮忠喺拍攝《刑事偵緝檔案3》嘅時候，就同劇中嘅新人鐘麗淇日久生情，撻着咗。有傳聞話鐘麗淇仲係傅明憲嘅好姊妹，而呢個劈腿好姊妹嘅劇情真係拍戲都冇咁戲劇性。最後傅明憲當然無法接受，最終忍痛同梁榮忠分手。而呢段維持咗4年嘅感情就係咁樣畫上咗句號。不過分手後嘅傅明憲並冇長時間沉溺喺悲傷之中，而係竟然好快就迎嚟咗人生嘅第一段婚姻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點解一個事業起飛緊嘅女演員會喺突然之間消失呢？而答案係因為一個男人，而呢個男人就係傅明憲人生嘅另一個轉捩點。喺1998年，傅明憲喺黃百鳴嘅飯局上面認識咗一個大佢11歲、離過一次婚嘅富商葉劍波。講起葉劍波呢個人，佢嘅發跡史真係好傳奇，佢有民工富豪之稱。佢喺1959年出生於東莞，喺80年代佢單拖嚟到香港，然後喺上海街做皮草工人，之後自己做埋買手，親自北上河北、山東一帶，逐條村咁去收購貂皮，然後拎翻香港加工再轉售。之後喺1991年，佢創立海域集團，業務橫跨金融、能源、房地產、公用事業同埋建材。公司喺1997年成功上市，高峰期總市值高達280億。不過佢認識傅明憲嗰陣，正值97金融風暴，佢嘅公司生意慘淡，佢本人亦因此債務纏身，事業跌入谷底。但好快佢起死回生，化危為安。2000年喺科技股熱潮之中，海域收購北京嘅南帆科技，帶動公司股價暴升7倍，公司市值狂升至280億。講翻之前喺飯局上面，葉劍波對傅明憲一見鍾情，並隨即展開咗猛烈嘅追求。不過自細就見多識廣嘅傅明憲，邊有咁容易就被打動呢？而為咗氹傅明憲開心，葉劍波使錢絕不手軟。佢唔單止送禮物、送鑽戒，仲喺傅明憲生日嗰日包起成間半島酒店搞生日派對，邀請咗唔少政商名人出席，為佢炮製咗一個極盡奢華嘅生日會。據講呢個生日會使咗幾千萬港幣。第二日仲成為咗各大報章嘅頭條。而葉劍波嘅銀彈政策果然有效，喺佢嘅猛烈攻勢之下，兩個由認識到談婚論嫁，全程只係用咗1年嘅時間。有傳聞話，其實呢一切都係葉劍波精心安排嘅揾老婆計劃。佢嘅目標係要揾一個有知名度、身家清白嘅女明星。其實有唔少女星都曾經出席過佢嘅飯局，但最後入到佢法眼嘅就係出道以嚟形象清純，父母又已經移民咗去加拿大嘅傅明憲。喺1999年，兩個人喺香港結婚，而佢哋嘅婚禮極之奢華，一時之間成為街頭巷尾茶餘飯後嘅熱話。不過坊間傳聞話呢段婚姻唔係單純嘅愛情故事咁簡單。據講，兩個人結婚嘅時候簽咗一份協議，入面包括咗一筆龐大嘅生活費同一啲不為人知嘅條款。有人分析話，葉劍波當時同傅明憲結婚，唔單止係貪圖佢係女明星，更加係因為傅明憲有知名度，又有紅色背景，所以傅明憲可以話係以呢筆巨額生活費嘅代價而出嫁。婚後，傅明憲尊重葉劍波嘅意思，正式退出幕前。佢將全副精力放喺2樣嘢上面，就係盡情揮霍，同埋放喺佢嘅寵物上面。而佢嘅闊太生活究竟有幾誇張呢？
佢每個月淨係置裝費就要30萬，而出席活動就會着住幾十萬嘅 Dior 訂製禮服。佢嘅衣帽間堆滿各種名牌手袋，甚至有傳佢為咗收藏 Hello Kitty 嘅周邊產品，每年要使近300萬。有媒體統計過，佢7年嘅豪門生活，單係置裝費就用咗約2500萬，古董收藏約2100萬，而喺各種派對上面，佢嘅行頭都係百萬級別以上。至於佢嘅寵物，更加係狗好過人。佢結婚嘅時候帶住6隻愛犬一齊過門，而葉劍波不但冇反感，仲專門請保姆去照顧佢啲狗。傅明憲每日餵啲狗食靈芝粉，又會定期帶寵物去做檢查、做針灸，前後使咗幾百萬。有時候啲狗仔病咗，佢仲不惜帶佢哋飛去美國或者加拿大揾名醫。當有狗仔去世，佢就會為寵物舉辦豪華嘅追思會，仲會為咗隻狗齋戒749日。難怪當時有媒體報道，傅明憲係敗家嘅豪門闊太，甚至有人將佢同張小慧相提並論，話佢係張小慧嘅接班人。但係好景不常，呢場豪門夢最終喺2006年7月正式夢醒，因為當時葉劍波捲入咗一宗轟動全港嘅詐騙案，就係佢嘅海域集團被人爆出有8.4億人民幣嘅賬目資金不翼而飛。呢單嘢爆煲之後，身為主席嘅葉劍波就即刻避走內地，消失咗足足1年有多。喺葉劍波失蹤之後，傅明憲就被傳媒封為落難名媛，但佢懶理老公嘅死活，繼續過住富貴生活，又時不時以高貴嘅打扮出席公開場合。喺佢老公唔喺香港嘅呢段日子，佢身邊嘅緋聞男友一個接一個，先後同周立景、丁子高、東華副主席梁定宇等人傳出緋聞。而最轟動嘅一次就係喺2006年9月，佢飛去日本睇麥當娜演唱會，事後被傳媒影到同丁子高十指緊扣喺舞池入面大跳辣身舞，而佢又同周立景喺東京街頭激吻。而葉劍波始終都要為自己嘅所作所為找數。喺2007年9月17號嘅深夜，葉劍波以為風頭已過，所以佢就經落馬洲返香港，點知一過關就當場被捕。喺第二日，佢連同胞妹葉韻峰同另外3名公司高層被落案起訴串謀詐騙、串謀盜竊、洗黑錢等合共23條罪名。到咗2010年10月，葉劍波最終被判監7年，佢胞妹葉韻峰亦被判監6年。而傅明憲呢邊就一啲都冇拖泥帶水，佢喺2008年正式官宣離婚。當時佢接受周刊訪問嘅時候，坦承其實兩個人嘅婚姻早喺2年之前就已經出現問題，雙方曾經協議離婚，但後來因為葉劍波惹上官非，所以佢唔想再俾壓力對方而暫時擱置，直到葉劍波喺獄中揾律師辦理離婚手續，佢哋先至正式辦妥離婚。佢仲公開叫大家改口，叫佢傅小姐，正式告別葉太嘅身份。但之後佢同葉劍波嘅糾紛就仲未結束，因為早喺2003至2004年期間，葉劍波以公司名義購入赤柱富豪海灣一間獨立屋，連2個車位。不過後來佢嘅海域集團出事之後，就要求傅明憲作為另一個股東代為供樓，而傅明憲每個月供14萬，喺辛苦供咗30個月，總共供咗420萬，仲一筆過俾多200萬還清2按貸款之後，點知葉劍波後嚟竟然以6300萬賣咗間屋，但係就冇將賣樓嘅分益交還俾傅明憲，所以佢喺一怒之下喺2020年就入稟高等法院，向葉劍波追討合共620萬嘅欠款。事情去到呢度仲未結束，喺2人離婚後，葉劍波喺2014年就向接近90歲嘅傅爸爸借錢，話佢要搞上市集資，打算東山再起。傅爸爸最終都借出500萬去支持佢，而借貸合約當中列明18個月之後要歸還1000萬。點知1年半之後，葉劍波口中嘅上市項目根本冇啟動過。每當傅爸爸追問，佢就以進行中嚟推搪對方，而呢筆錢就係佢嘅養老金，所以最終喺無奈之下，佢就透過律師入稟追討，將葉劍波告上法庭。喺葉劍波坐監之後，外界都睇衰傅明憲嘅前途，點知佢一轉身就搭上另一位豪門太子爺莊家彬。而據說呢段感情嘅起點，其實仲早過同葉劍波嘅正式離婚。據傳媒報道，傅明憲早喺2006年，亦即係葉劍波被指涉嫌詐騙、人間蒸發嘅期間，佢就已經火速搭上莊氏集團嘅富三代莊家彬。嗰陣時莊家彬先得25歲，而傅明憲就36歲，兩個人相差足足11年。佢哋係名副其實嘅姊弟戀。講起莊家彬呢個名，你可能唔係好熟，佢係現任立法會議員，
亦都係擁有80億資產嘅莊氏集團第3代接班人。佢係名副其實嘅富三代，而呢段姊弟戀正式曝光就要講到2012年6月嗰陣時，傅明憲同莊家彬雙雙飛去日本沖繩參加台灣女星吳辰君嘅婚禮。最後佢哋同房咗5日4夜之後，呢段甜蜜嘅戀情就被八卦週刊撞破。不過呢段感情由拍拖嘅第1日開始就已經注定唔會一帆風順，因為最大嘅阻力就係嚟自莊家嘅掌舵人莊家彬嘅爸爸莊兆衰。據知莊爸爸由一開始就極力反對呢段戀情，而原因亦都好簡單，就係第一，傅明憲比莊家彬大11年，年紀相差得太遠啦；第二就係佢結過婚，前夫仲係個坐緊監嘅詐騙犯；第三，喺長輩嘅眼中，傅明憲嘅形象實在唔太討好，而且佢中意夜蒲又揮霍無度，長輩覺得佢一定會帶壞莊家彬。咁莊爸爸係點樣拆散呢段感情呢？而佢用嘅方法就係最傳統，亦都係最有效嘅招數，就係經濟封鎖。據知情人士未經證實透露，莊家彬身為莊氏集團嘅執行董事，佢當時嘅月薪竟然只得6萬蚊左右。以執行董事嚟講，呢個薪酬簡直係嚴重偏低。而莊爸爸咁樣做就係為咗避免仔仔有多餘嘅錢使喺傅明憲嘅身上。而眼見經濟封鎖冇用，莊爸爸就進一步將行動升級。佢將一封預先打好嘅辭職信擺喺莊家彬嘅面前，要佢喺傅明憲同家族企業之間2揀1。如果要繼續同傅明憲一齊嘅話，就要喺辭職信上面簽名，放棄做莊氏集團嘅接班人。呢個橋段就似足電視劇當中嘅豪門恩怨。結果呢，莊家彬用行動證明咗佢對傅明憲嘅愛絕對唔係玩玩下。雖然莊爸爸多番打壓，但佢依然帶住傅明憲出國潛水、滑雪，甚至連去內地出席地區訪問團都唔避嫌帶埋女友一齊前往。兩個人由2006年一齊，一直到2015年，佢哋足足拍咗9年拖。期間更多次傳出婚訊，但係始終都未能成事。而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莊爸爸一直唔肯接納呢個新抱。但再浪漫嘅愛情故事都係敵唔過現實嘅殘酷。莊爸爸眼見軟硬兼施都拆散唔到佢哋，於是佢就再次出招。佢唔單止削減莊家彬嘅職權，仲勒令佢每晚要翻屋企報到。而呢種生活壓力就令到莊家彬左右做人難。而傅明憲知道自己就嚟被人逼到冇定企，於是就軟硬兼施向莊家彬逼婚。而左右做人難嘅莊家彬無計可施，最終唯有忍痛分手。終於喺2015年，呢段轟動一時嘅豪門姊弟戀正式畫上句號。喺經過呢段感情之後，傅明憲好似突然開咗竅，開始化身為動物保護教母。其實從2004年開始，佢就擔任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會長，一做就係超過20年，期間一直為流浪動物而奔波。佢為咗幫流浪狗揾領養家庭，佢親自設計宣傳海報，仲影低自己同狗狗嘅親密照，發佈喺社交平台。有一次，佢帶住30隻狗仔參加公益活動，佢被記者問到：單身咗咁多年，你唔孤獨咩？而佢就笑住回答話：我有30隻狗，佢哋比好多人都靠得住。而傅明憲嘅保護動物事業就做得比豪門闊太更風光。佢唔單止長年擔任愛協嘅會長同埋信託人，仲先後成立咗傅明憲動物福利中心同埋綠茶醫生紀念基金，推動社會關注流浪動物嘅醫療同絕育問題。佢更積極推動香港立法禁止虐待動物。由於喺保護動物方面作出嘅努力，傅明憲就喺2024年11月20號獲頒發傑出華人領袖獎。而家55歲嘅傅明憲依然單身，但佢嘅生活就比好多豪門闊太更精彩，因為佢不斷周遊列國、潛水、攝影、環球旅行，而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全部都係同狗仔嘅合照。佢曾經大方分享過自己嘅人生態度：邊個話女人一定要結婚先得？我有錢、有狗、有自由，而呢啲先至係頂配嘅人生。回顧從最美國父到豪門棄婦，再到動物保護教母嘅爭議女星，傅明憲出身名門，佢2度進入豪門，又2度被命運打返入谷底，但就始終冇放棄去寫自己人生嘅劇本。而喺保護動物嘅事業上面，佢就20年如一日咁堅持落去。大家對呢單案件有啲咩想表達或者想評論嘅，歡迎喺留言區表達你嘅意見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頻道，請你俾個 like 我，同埋記得訂閱 Set 檔案嘅頻道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